大家好，又嚟到 Win Win Channel，我係主持人黃啟聰 Manfred。咁今次咧要講嘅真係本地嘅唱片，其實咧都好耐冇佢嘅唱片出版啦，就係、呢一位 Jenny， 來自馬來西亞嘅歌手 Jenny。咁呢一次咧，其實咧就係佢咧轉新公司之後咧2年嘅第一張專輯。其實轉咗公司之後咧，佢形象都改變咗好多啦。首先由以前個比較成熟同埋比較有啲濃妝啲咁多嘅感覺咧，到而家就比較走咗年輕嘅路線，同埋咧頭髮亦染咗一啲金色啊，或者係好多歌曲咧都表現得比較輕鬆、比較活潑嘅。相信呢個亦都係佢咧好刻意咁咧同前後兩間公司有一個對比嘅情況出現嘅。講到呢張唱片咧，其實就喺過去2年間咧，不停咁樣出歌。不停咁樣咧就出咗好多唔同嘅新作品擺上個網，一直都冇話要出唱片嘅消息。據聞咧到而家應該超過咗15、16首歌曲㗎啦。終於最近收咗11首歌喺張全新唱片裏邊，就叫做 Leap of Faith。咁其實呢 Leap of Faith 嘅意思咧，亦都係講佢咧就對佢自己嘅音樂嘅信任嘅跳躍嘅感覺嘅。咁算係相當之唔錯㗎，即係個名都而裏邊11首歌咧，亦都有好多咧係唔同風格，但主要係流行曲為主。一開始嘅新牌仔咧，就係由Jenny自己有參與作曲，咁咧就揾咗黃偉文去寫歌詞，算係一首相當唔錯嘅跳舞作品。而另外一首推薦嘅快歌就係大家都要聽過，即係好熟悉嘅叫《燈燈》。咁《燈燈》咧其實咧係一啲嘅比較電子式嘅 EDM 感覺，而走咗即係電子路線玩嘅 scratching 效果，係做得好生動，同埋最重要就係將Jenny個聲音咧係帶得好出嘅。而另外其實有2首歌我推薦俾大家，就由徐浩作曲嘅慢歌，分別咧就叫做《企好》同埋《哭泣健康指南》。其實大部分歌曲咧都係由黃偉文去作歌詞嘅，但係佢寫嘅歌詞真係呢一次咧就相當之到肉，同埋做得好好。而裏面2首歌都寫得好有佢自己嗰種嘅意思，亦帶出咗歌名同埋歌詞個效果。尤其是《哭泣健康指南》咧，係講到咧係點樣每個人面對咗病情嘅感覺同埋嗰個感受係做得好細緻，而且Jenny唱慢歌亦都有佢自己嘅功夫，有佢嘅功力。而11首歌裏邊最後一首咧叫做無愧於當初的我，呢首歌咧就係、由馮穎琪作曲。馮穎琪咧係香港一位好出色嘅女作曲人，佢嘅歌曲以細膩為主，結果呢首歌亦都帶得出好好。但係聽完呢首歌之後，千祈唔好停咗個 CD 機，因為咧再隔多幾分鐘之後，再出現多2首歌曲，而呢兩首歌咧亦都係好精彩。第2首咧就叫可惜我們沒有。咁呢首歌作曲嗰個人咧就叫做 Gordon Flanders， 咁唔知係咩人，但係佢寫得咧亦都好細膩，好有感情。而最後一首歌好驚喜，就係一首日本歌曲，而且呢首日本歌曲咧又係Jenny有份去做編排嘅，而且唱得個感覺咧，竟然Jenny好有日本人嗰種嘅味道喎，而唱得好生動，同埋好有嗰種嘅日本流行曲嘅 J-pop 感覺㗎。成張唱片咧係做得好有格調，同埋好有個流行曲嘅感覺。你會發覺由頭聽到尾，好快會完成咗，唔會覺得厭。但係咧，如果應該可以再走多啲嘅比較深入啲嘅感覺。例如呢一次喺最後有2首嘅 hidden track， 雖然冇喺個唱片後邊列出嚟，但係咧其實喺歌詞紙都會有嘅。而用呢個方法再擺得更加玩得更加開啲、更加跳躍啲嘅話咧，我覺得好值得期待。呢位女聲、呢位女歌手真正係做得好好。咁講到呢張唱片啊，其實咧裏邊嘅包裝亦都相當之特別嘅，不如趁而家 open box 俾大家睇一睇。嗱，首先開咗之後咧。咁咧有張 postcard 啦 ，postcard 其實就之前嘅一個窿，睇到裏邊嘅樣，而再開翻裏邊咧，哇，有好多嘢㗎。嗱，呢沓我攞出嚟先啦嚇。嗱，首先有一張嘅貼紙可以搣出嚟，中意貼喺邊度就得啦，貼喺呢個電話啦。咁咧呢張就係嘅 CD 就係用一個普通嘅紙套裝住粉紅色同埋藍色。咁亦都有好多張嘅 postcard， postcard 咧就已經係單一咗唔同嘅形狀嘅，譬如有呢個係好似呢個係燈柱啦，咁亦都好多少少嘅好似嘅自拍相咁樣嘅，係相當之迎合而家嘅後生仔細路仔嗰種嘅味道同埋嗰種嘅收藏嘅價值嘅感覺嘅。咁到最後咧就係一張好大嘅歌詞紙，歌詞紙咧攤開之後咧係寫得好清楚，同埋
歌曲編排啊，同埋邊個編曲作歌咧都做得好仔細，同埋真係好清楚，因為大部分而家嘅歌詞咧都做到好細粒，好細粒，大家睇唔到嘅。但係呢張咧真係好似揸住喺度讀歌詞都可以得，一路聽住歌一路睇歌詞亦都好清楚。而最後咧仲有一本好厚嘅書，呢本咧其實咧就係、叫17820 Hours and More， 我諗係代表咗咧佢隻碟錄製嗰陣時嗰個感覺，因為前後已經2年時間啦，所以咧成張唱片嘅製作過程都會喺呢本書裏邊咧就列出嚟。裏邊有啲咩咧？有好多嘅相，譬如錄音時間嘅相啊，同埋有好多佢開招待會啊，或者係出現一啲公眾場合嘅相嘅，係做得即係其實有偶像味，亦都有佢唱歌嘅實力感覺，算係張唔錯同埋好完整嘅唱片，亦都可以推薦俾大家嘅。